继续来看日本的山口市海底矿场，伫咧1942年时有发生重大意外。最近是当咧进行挖围掘的工作，最近却传出讲有一个台湾的唱水人员伫咧唱水落去时出现上述中毒的情形，究竟渡水死亡。救护车一路拼去到现场。工作人员把宜兰唱水管带倒来岸边，日本山口县乌堡市海底矿场的遗址，初期咧挖围掘的时阵，却发生意外，有一个台湾姓市的唱水管不幸过往。本当に残念なこと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ご冥福をお祈り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根据了解，初七早起11点外，姓市甲2个泰国籍的唱水管拢总3个人，做伙为排水排气的管线唱水落去。后壁的唱水管发现伊修了真慢，伫咧水底差不多32公尺深的所在出现救紧的情形，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初步研判，这个姓市的唱水管是上述中毒，才会救紧渡水。正常我们在地平线的时候是个大气压的话，我们大概身体都可以适应。那等到我们越潜水下去的话，我们的氧气虽然说正常的氧气是20%嘛，可能它在大气压再乘上去，分压会增加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受不了。在水下呢，每下潜10公尺，环境压力就会增加1大气压，所以在30公尺左右。人体在当下所体验到的一个大气压力已经是水面上的4倍了，那这些分压就可能高到超出人体的一个安全范围。专家解说，唱水的深度若愈深，就会大大增加气体混压。当胆血内底送水的量伤济，就有可能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中毒，引起包括抽筋、头晕、喘气有问题，甚至目睭病变等等的症状。其实，在每一次的潜水，我们都会执行所谓的潜水计划，就是我们要到多深，所以我们的氧气浓度的配置是多少，我们是有规划的。对，那这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才会导致氧气铺路值过高。这个姓市的唱水员，伊的好朋友嘛是唱水教练。伊讲，伊唱水落的时阵使用的设备，叫做循环水器，伫咧水底会使调整上水的混压或者是高度。不过是虾米款的情形，致使上水混压伤悬，要需要日本官方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